大家，我不知道现在我的系统有没有就是跳掉，然后动到一些东西啊。直视的直播不能啊，直视的直播好像要从小铃铛里面才有办法那个，就是变成你的那个背景什么之类的吧。欢迎大家，我的电脑总算没事了，可是因为我觉得系统有动到，所以你们有没有听到沙沙的声音？只是要加到清单层小铃铛。Hello， 你们有没有听到沙沙沙的声音？就是我不知道啊，你们那边不知道，感觉声音很小。好，你们等我一下哦。好，你们等我一下哦，因为我觉得应该 OBS 搞不好有跳掉，你们等我一下哦。我看一下，对，你们等我一下哦，我要从哪里调？天哪，这里吗？这个吗？喂，这个有比较好一点吗 ？Hello， 好像收到一点点杂音吼。哦，等一下哦。Hello， 好哦，等我一下哦。音效对啊，应该是这个没错啊。好像不见了啊！等一下啊，完蛋了！等一下哦，我觉得系统跳掉了。喂，这样子呢？有回来了吗？これが有吗？这样有回来了吗？这个声音是好了吗？哦，好。然后有了吗？好。医学奇迹，谢谢医生。啊，好，声音回来了，但是耳膜去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 ，OBS 的系统整个也跳掉了，所以，应该是跑。好啦，你们没有跑错台啦。我今天真的是用尽全身的力气，快点把这个电脑快点先搞好啊，好可怕哦。好，总之呢，我们的低潮呢，现在其实基本上还是可以用啦，但是我现在快点把那些东西全部备份到新硬碟，然后它就真的要寿终正寝了。对，好，那你们帮我听一下 BGM 跟我现在的声音的 balance， 这样子应该就是有比较没问题了吼。我声音的 balance 的部分，A 跟 B 我看一下哦，我可能再询问一下草草，因为他之前是帮我装，看一下哦。但是 B 感觉比较 A 好，他之前是帮我怎么弄的？我再询问他一下好了。Hello， Hello， 那个
尽量睡，尽量，声音 OK 吗？好，不知道事情的这里，对，有环境音没错，所以我想说，开到最大是因为听到嗡嗡声，但还行吗？好，我在想说，天哪，我今天想来唱唱阿妹的歌，但今天的状况很像，反而不太完美，这样子还要唱歌嘛？我想说，应该是要在音质比较好的状况下开歌会。好，钢琴版偏小吼，一定是阿广的错觉，开到80%。我可能要再跟秦草草帮我调整一下安没声音。好，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因为阿妹的歌会太珍贵了，我们改成歌杂好了，我换一下封面。我们改歌杂，然后等到我们声音，请草草再帮我调整一下，把它调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开阿妹的歌会。那我改一下封面，我全部的东西都要重新拉哦，你们等我一下。这个封面歌杂改成阿妹歌杂，只有杂没有歌。等一下哦，我们就聊天好了。当午后练歌杂，好，那我们就改成歌杂好了吼。欢迎降落，月台的降落啊！你好，哇，怎么办？我这样会不会封面诈欺？因为哇，谢谢你们的降落，哇，糟糕，谢谢月台的降落，不好意思，我们刚刚想说，因为今天我的电脑是昨天挂掉嘛，然后就是早上快点请厂商把所有东西都弄一弄，那是因为系统跳掉了。我忽略掉说可能会影响到音质，所以我就觉得阿妹的歌会实在是太珍贵了，就是不能在音质不好的时候唱。诈欺啊，哪次不诈欺呀？谢谢你们的降落，谢谢，我是台湾 VTuber 珍珠鸡，我现在电脑刚回来，我很开心，可是我忘记说好像要调整那个音质的部分了，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变成鬼转歌杂一下，对，我们鬼转歌杂，因为阿妹的歌会实在是太珍贵了，不能在音质不好的状况下歌杂。然后我可能快点先跟草草约一个时间，请他帮我把它调回来。月台你好，谢谢你的降落，你吃饱了没有？如果您是为了要听那个阿妹的歌的话，我很抱歉，但是我可以多唱几首歌，我可以多唱几首阿妹的歌。谢谢你带领着你的伙伴降落，欢迎然后开台也辛苦了来，等一下。电脑等一下，休假前来唱歌，休假前来随性唱歌。好，我改歌杂好了，随性唱几首阿妹的歌。好，这样子就不会封面诈欺了，不会。对，我们就改轻松一点。然后，那我后面的背景，我想说可以改轻松一点的。等我一下哦。哇，东西全部重拉。我觉得东西全部重拉，虽然说蛮痛苦的，但是我觉得总比就是电脑不 OK 的状况下，然后持续开台好。而且其实我觉得超级感谢大家的，用少少的预算，其实我觉得电脑目前在还可以跑的状况下，就不要让大家花太多的钱哈。而且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比较少在玩游戏啦，所以我要的效能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多还是重吗？对，好，还有橘子吗？然后月台就想到朱自清，很正常啊，我想到爸爸，有电脑睡唱了，谢谢你们，谢谢，也谢谢身边有很多很关心的朋友啦。然后我想说，我们今天就唱歌就好，对，因为就是昨天让大家很担心，然后也是有很多太担心或者是很热心的面线，就是很像就是感觉就是因为毕竟我觉得电脑的东西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啦，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OK 的，没有问题，就是我们电脑现在是顺畅的，只是我需要调音一下，就这样。对，然后今天稍微有带着一些环境音，
对，不好意思，不过就是下个礼拜开始，基本上那个环境音应该就会不见了。我现在快联络一下草草，请他找时间这2天帮我跳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哦。那我们今天真的就来歌杂一下，想要从阿妹主题歌会变成歌杂，请问迪卡这是什么可怕主题？哪有？你好好的选字齁，哪有？是不是？我跟草草讲一下哦。每周重开机，其实我大概3、4天就会重开机一次。我还在想说这个频率会不会太高？刚刚说哇会掉大楼吗？爬9楼，阿强你也太辛苦了吧？哪次没砸？一首歌要砸他1小时，我复活了，趴趴熊大姐我回来了，哪次不是1小时才开场？好了，你们真的很信任我哦。好啦，我自己其实听到这个环境，我想说奇怪，这个环境怎么回事？来，我可能跟草草快点先预约一下他的时间哦。对，我们有请专业的调音师草草，跟草草预约一下。好，等一下哦。哪次不清明干练？啊！我的精明干练呢？我觉得我还是很精明干练啊，是不是？来，你们等我一下，我跟草草快点先约个时间，在这个 moment 呢，你们先来，乖，你们先鉴赏一下直视的卡甲。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掺着烟水。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这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人间有上自在美梦时。不管未来可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气味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掺着烟水。我的心赶紧注意，行啊来这，只有一味土地香味，真甘肃，敢有需要搁再提起？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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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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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有没有觉得被很干扰，对不对？超级干扰的。我知道哦，我知道哦，因为我今天在想说，就是把所有的设定都跑一次，所以今天才就是想说纵向配性也跑一下，对，然后纵向配性跑完，可能下个礼拜再来跑那个平常的横向配性这样，对，但是我忽略掉声音，真的好杂。然后我现在快点跟草草约时间，对，然后大概今天晚上了，快点把那个声音调一调，这样从吐司日常。我刚刚什么都没说，今天然后脖子很痛，他转身然后啊，真的吗？一转身就痛醒了？你怎么了？伊拉莎，欢迎大家，长官新秀二，他哇，全部的设定都试试，不知道他们哪里乱掉。其实主要是 OBS 的素材都不见了。对，所以我刚刚就重新拉，然后重新拉就想说，我突然想说，我直视要怎么给大家分享卡甲，或者是可能这次演唱会的 PV 嘛，然后我就把它想说置中，但是因为置中它上下就会露出很大的空白，不是空白，是黑暗，然后它就黑黑的，我就突然想到水灵宝贝帮我做的那些梗图，我就把它放上去，然后就突然觉得好干扰，但好喜欢哦，好干扰，好喜欢哦。啊，欢迎哦，财鼠，然后蓝色丫丫，原本救硬碟的资料都没救回来吗？有救回来啊，只是因为搬家了。就是说，昨天出事的是我的低潮吧，然后这两天给店家看，才意外的发现，原来那个低潮已经用了10年了，够了，回本了。店家说：“哇靠，回本了啦，可以啦。”我就说好，那基本上就是，反正我现在的新硬碟很干净，很强大。然后因为总之。其实我其实不太懂这些东西。总之我的旧的东西都还在。那总之之前的低潮变成 G 潮了，那我的低潮现在是新的，完全是很干净的新硬碟。然后店家是建议我说，就是反正 OBS 的东西重新拉进来，然后等 G 潮的东西全部都又拉进去，我的新低潮里面之后呢，然后都备份好之后呢，我这个10年的硬碟就真的可以功成身退了。蓝色丫丫、蒂芙琳，然后盛红，只是迪卡在说你。我觉得盛红有一种就是那种戒断到坏掉的感觉。然后，东西都有回来，不用担心。对，就是东西全部都在，而且我都有好好的备份着。有塞跟江伊拉塞居潮，对，不好，你为什么对于居潮有怪怪的那个表情？可以，对，可以装更多的本本了，谢谢！我现在有更多的本本，更强大的硬碟可以装本本了，谢谢。对啊，然后就是不好意思，昨天让大家担心了。然后就很巧妙的是，就拉宝老师他知道之后也很热心的，就是私讯我一些，就是了解一下状况，我才知道说原来他之前是卖电脑的，所以他就是大概了解一下，就
的电脑状况，然后他就说他说其实我的开台状况没有那么吃紧，因为基本上就是唱歌杂谈，很少玩游戏的话，他就是建议说，就是像很多观众建议的，就是硬碟可以快点先紧急换掉之外呢，那个什么电源什么供应的那个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老实说，基本上我电脑也算是4-5年的这个状况，那什么供电什么。那是什么供电的什么？对，他说那个最好也换一下，可能电脑会更顺。其他的其实基本上真的也不急了。对，然后我就因为我也不太懂，然后总之老师介绍了我某个型号，我就也是给店家看。对，然后就刚好也都有，然后就啪啪啪的电脑回来了。对，只是有些设定跳掉，可能要再重新拉进来。还有就是麻烦草草再帮我设定一次。本本可以塞 G 槽没关系，打电不要啦，我本本要塞到我新的低潮。你林现在可以听到更多的本本吗？是大姐，有更多的本本，不好的G槽啊，真的吗？果然我们雅总都很了解。是萧月乔老师你们知道萧月乔老师就是我们这次 PV 的绘制者吗？来，我要逼你们再看一次我们这次的 PV。老师，谢谢你过来，我们欢迎萧月乔老师。老师，我可以再逼他们看一次您的美图吗？好，我们再看一次啊！我们谢谢老师过来看猪猪，然后我要逼大家看老师的美图，有没有很过分？然后高音麦会破吼，好，我的麦因为设定可能有点跳掉了，所以我今天晚上紧急请草草再帮我把我们的音质最棒的音质调回来。那我们阿妹歌回可能就等到下个礼拜好了，我们今天就歌杂一下就好了，对。供电吗？对，应该是供电吧。对，应该那个叫供电什么的，我不懂，我就直接拿给老板。老板说：“这个有。”有声音好像收不到。好，麦的声音不对劲吗？好，你们等我一下哈。总之你们先听啊，不是听，对不起，你们先看老师的美图，看一下。激动的时候消失，好，可能是因为。因为我刚刚试着想要在 OBS 调整一些什么噪音抑制的东西，但想要算了，我放弃了。对，因为我觉得晚上还是交给专业的草草吧，还是交给专业的草草。有没有很美？好，猪猪回来了。我回来了。对，电源供应器，那好好选字啊。该给你几钱才能恢复吗？没有啦。说到这个，对，其实我到现在还是很好奇，就是到底有谁抢到我们的 VIP 首度券资格？我到现在还在想说，就知道的大概有那一些人，对，大概那一些人，但是会不会有一些偷偷抢了，然后没有让猪猪知道，然后对我在开始就在期待说，会不会有些生面孔，然后就是偷偷的抢，然后也没有让我们知道，即使是我们的大佬搞不好也不知道。我在想这件事情。好，反正不管怎样也谢谢你们有抢到我们首度券资格，然后很期待跟你们修对掉啦。对，夏月乔老师好，不会，真的是美图啊，谢谢老师这次贡献的美图，我们的 PV 还有就是主视觉图的部分，对，瘦掉了，不用尴尬了。你最好是瘦掉了，彩彩，我没有办法塞你芋头了吗？对，我还是想说到底有谁。然后好了，不管啦，你们那个老师的美图多看2眼哈。对，然后10月9号其他票种，我们目前依旧是持续热卖中我们其他票种的部分，那欢迎大家就是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演出形式有兴趣的话，请务必一定要购票。然后进场支持我们这一次首届用这样的一个形式的一个演唱会，对。然后呢，我管你们有谁，反正到时候就知道了，好不好？然后呢，再跟各位宣传一下，我的置顶连结上方有就是我们这一次演唱会的纪念周边的贩卖网址。那演唱会纪念周边其实基本上我们11月9号的现场一定是有的现场一定是有。不过呢，因为我们这次也在试水温的关系，所以我们其实现场印量不敢准备太多的这个状况下，欢迎大家还是尽量爱用预购的方式，好不好？对，尽量爱用预购的方式。来，我们这次演唱会的纪念周边
稍微再带大家看一下。好，除了我们就是老师夏一乔老师非常非常漂亮的主视觉宣传图之外呢，好，我们这次很可爱的这个花老师的很可爱的这个金属徽章，好，也是我们这次纪念周边的其中一样。好，那来还有这个 IG 风格透卡吊饰，都是超可爱的。对，而且我是其中里面那个唯一一个画风突变的那只猪吼，人家都是谈恋爱好麻烦哦，那就麻烦你了吼。我们要永远在一起，然后就连通通都很浪漫哦，有我在就不寂寞了吧。然后这只猪是我致命干练呢，非常的画风突变非常的画风突变这个是我们的 IG 风格透卡吊饰的部分。好，然后接下来是这个是手提杯套的部分。大家现在都环保意识抬头啦，多一个杯套OK 啦，好不好？多一个杯套少一个塑胶袋，是不是？对地球非常的环保，好不好？好，这个也是我们演唱会纪念周边的其中一样。来，接下来是我们下趴的立牌这家就下趴这个彩色啦就是一个彩虹，好不好？这个主视觉的立牌的部分，也是出自于我夏月乔老师，这是非常漂亮的主视觉图。来，所以呢，我们预购真的直到11号，也就是后天好不好？请各位就是尽情把握机会。那当然我知道，就是也是会有朋友想要到现场直接就是反正就是碰碰运气，或者是想说逛一逛，然后等到真的喜欢了再买，我觉得那也是没有关系的。对，不过就是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请务必快点先预购起来。对，可能就是比较不会就是遗憾啊，就是买不到啊什么之类的。应该没买到票才对。我觉得你们都在骗我，我觉得你们在骗我。库玛伊拉塞，然后小天伊拉塞。对，到底还有谁？然后小天要先去工作了吗？我卡雷萨吗？谢谢，小天辛苦了。除非你女装，不然应该躲不掉。我觉得我大概有办法认出来的那几位，大概应该我都看得到。有啥跟讲，我有看到你哦，谢谢。还在思考要买什么吗？钱好像不太够了吗？没事，我觉得大家一样量力而为，好不好？把钱好好的存起来，因为10月上旬，日期我不知道能不能透露，搞不好可以了。但是10月上旬，我们还有牛妈出手那个很下趴的东西，那个就是基本上大家看了一定会对非常喜欢。对，最近脑袋太康，都忘了还没下单嘛，没有关系。总之我们预购到后天，真的到后天，一瞬间就到后天了。他哇穿男装，那他哇你那天穿男装过来好了，就跟阿印是说的一样这样。然后是4月你好，伊拉塞。4月欢迎，我今天的音质很差，不好意思，很感谢今天过来一起玩的 V 朋朋们，但是我今天音质很差，为什么？因为我昨天电脑挂掉，所以紧急就是请店家帮我把一些旧设备淘汰掉，然后现在我的电脑非常的顺畅，而且不会有杂音了，真的太棒了。对，但是呢，系统跳掉之外，我还不会调音，所以我快点紧急呼叫我们的调音师草草，可能晚上才会帮我把漂亮的音质调回来。已购买小爱很爱吃，好谢谢。我觉得长官好适合这句话。好哦，已购买小孩，等一下，为什么连阿医师都在玩这个梗？好，小孩很爱吃，好，谢谢你们的购买，谢谢你们，小孩很爱吃。那个他娃是不是穿女装改穿男？对，要改穿男装我才会认不出来他是他娃，好不好？他娃，你去跟你爸爸借几套西装可以吗？他爸爸出现在觉得你的大叔是女装，是绝对没有你吗？你们现在跟我讲说绝对没有你的，我都觉得好可疑哦。我觉得趴趴熊应该有机会揍到，应该是认不出。没有，我们嘟嘟长官，我应该有机会认出了。然后大猫老师伊拉塞，欢迎你。不好意思各位观众们，我今天音质很差，我今天是非常不好的音质的那个朱蒂卡，因为设定跳掉了，不知道怎么调。晚上会请那个草快点帮我调回来哈。已购买猪猪很爱吃。你们又没有买给我吃，我哪知道那是什么好不好吃？王蛋咖啡伊拉塞不是应该要已购买小孩很爱吃？我知道最近很多这个那个逗点的梗，我看了都快笑死了。你像大家应该要刷一定有我吗？你们刷一定有我，我也觉得很可疑呀。长发就不可能认不出来啊？还是他哇？你在那个活动前一天去剪头发，剃光，我一定认不出来。
等一下，为什么有 Moshi 出现啊？这不像上次迪卡有看到你的，觉得对盛虹，其实在我们之前 Play One 的线下连线活动是有出现的哦。但是因为盛虹是就那一次实在是太低调了，我不确定能不能认出来，但我尽量应该认不出。好，雅晨，我有几率认不出，是因为之前线下活动还没有看过你的眼神跟你的体态。对，但是其他有看过的，基本上我尽量记起来。薛德的3个，薛定谔的面线吗？有跟没有，所以那个30张票，那30张首度 VIP 其实根本就其实没有人抢，那只是薛定谔是吧？薛定谔的3800哦，剪短头发绝对不行的，是，我了解。Joker，伊拉塞，他不肯剃光，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所以干木里，我也这么觉得。你今天叫老娘去剃光，那我不如毕业算了。真的哎，我真的觉得头发是女人的宝贝，真的，是不是？还能发30张吗？我印象中对，然后是不是还有再上去？我也不知道。其实听说数量好像有再上去，但是我没有再确认。对，但是反正你们当下就知道是有几张资格了，好不好？嘿，当下你们就知道有几张资格了。要把头发盘起来，用假发。用假发是要用好，他把你把头发盘起来，然后戴长发的假发。他把可以，你把头发盘起来，然后戴假发的长发，就牙给你知不？到底是为什么要戴长发的假发？这样子应该可以。好好哦，3800。我觉得 Joker 这句话很可疑。我记得 Joker 有抢到，我怎么记得 Joker 有抢到？难道我又记忆丧失了吗？但是带3分的，那什么剃光帮我梳头是不是？那个发网很热呢，我也这么觉得。我们既然有真的长发了，何必呢？对不对 ？FV 那种戴假发的照片应该看不到嘛。啊，说到脸书，其实脸书基本上猪猪真的还蛮少用的，对，就是因为可能时间不够，我光是要经营Twitter 就常常也没时间更新，那何况是 FB， 所以我 FB 基本上放着生草，对，但是就是今年下半年啊，或者是明年年初，有在想说可以请。小帮手小精灵，但是好死不死，之前那个小帮手小精灵，我就是想要连线到我小帮手小精灵的账号，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出了什么问题，就连不过去。对，所以现在又搁在那边这样子，哪一天不会出现？这样是这样子吗？趴趴熊有时是为了换造型或发色方便，也是放到大头那种应该看得到回了吗？是吗？你放心啦，我很少用脸书的，都抢到票吗？安医师你在讲什么？大家好棒，都抢到票。好啦，你们这群很羡慕人家的，基本上96%了，都有抢到票了。我大概知道了，我心里有底了。好 ，OK， 谢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们来唱歌吧。我们今天用这个很烂的音质唱歌哈。既然是很烂的音质，我们还是可以唱1-2首阿妹的歌，对不对？不好意思啦，让你们听一些杂音哦，因为那个杂音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调，晚上交给草草。耶，谢谢草草，好，晚上约好哎，谢谢草草，谢谢草草，麻烦你了，调音哦，赞哦，就是不要打你，你们放心，唱杀归唱杀，但是我觉得我看到你们一定是愤怒大于开心，好不好？彩彩，你确定你不会出现吗？你最好不要给我出现哦，你最好是不要给我出现哈。知道女生说不要就是要吗？哈，电脑什么问题哦？就是总之硬碟就是坏掉了，就是这样子，就是硬碟坏掉，然后不啦，但是好处理啦，都解决了，就直接抖金砖吗？真的假的，趴趴熊？真的假的，趴趴熊？趴趴熊很难抓趴趴熊这实在是太难抓，好，我就看缘分了，好不好？好哦，趴趴熊，你这个旗给我立在这边哦，我就抓看看哦。我如果真的抓到的话，你给我皮绷紧一点。猪猪已拉下，浩浩老师现在也是在如火如荼帮猪猪把我们头上的这个
迪卡的头饰制作中，而且是很漂亮的形状，对，很期待，而且是非常清亮的。谢谢浩浩老师，很期待。愤怒大于开心吗？我刚刚说错了吗？我讲反了吗？我应该是要讲开心大于愤怒吧？看来一雷选心不够，我要讲的是开心大于愤怒啊。那个硬碟就做备份吗？有啊，我就是随身碟里面有，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有，然后对，就2个地方有，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不会不见，只是东西要重新拉进来。这周可以上完色吗？耶，谢谢老师，资料全部都还在，只是都要重新拉进来。对，都来抓趴趴熊，好 ，OK， 你的旗给我立在那边，你就不要让我真的抓到，然后你的荷包，小心你的荷包。那你突然想到，你好像在 DC 自曝你自己的长相哦，你说那张那个好，我知道哦，对。如果说你跟那时候的长相没有差太多的话，可能有机会可以抓到。被抓到北斗生存的人被吹了去 ，You 好笑，就上次玩笑说应该啊，谢谢，下午当然真是买太多才没事，因为这次我们的，因为如果你没有抢到首都券 VIP 资格的话啦，基本上娃娃已经含在里面了。对，那里面最高价的其实就是娃娃，那其他的话其实都算是比较小巧的周边，那个单价也不会那么高。对，就比较不会给大家压力这样子。对，那目前就是单价比较高的就是娃娃的部分。对，就那个是镜像备份，就是对啊，我昨天的随身碟有了，然后还有总之它还有一个地方，那个是什么？对，总之2个地方有。金砖好像，我记得金砖好像是1万起跳。对，大家问金砖多少钱？问就是，其实我不知道金砖的定义耶。金砖的定义是，就是只要有超过1万就是嘛。像是既愤怒又开心，然后慢慢的鄙视。这位 Mossy， 你就不要让我抓到你是谁。但是即使你来了，我可能还是不知道你是这位 Mossy， 因为这位 Mossy。我一直不晓得他是哪一位大佬，但是应该是某一位大佬。那个叫镜像备份吗？为什么是镜像备份？好酷哦！就是好像备份一次，然后2边都有，是这样吗？是这个意思吗？好，总之呢，谢谢大家。昨天很紧张，然后猪猪的电脑没事了，他可以再陪我撑好一阵子。然后现在只是设定跑掉了，对，然后需要草草帮我调音，然后草草确定晚上可以帮我们调音了，谢谢草草。价钱1万出什么金价吗？这不是姜丽的吗？金砖就是大概280万，谢谢浩老师 ，OK。趴趴熊，你给我记住，要是我真的抓到你，你280万不保了，知道没有？谢谢浩浩老师，谢谢浩老师，果然是我的友军，我有友军了。先说我是摩西，趴趴熊现在已读不回，趴趴熊这样尴尬了，已读不回。缺德的3哥说黄金10项1两10万，掉等一下，广义，你像说你是 Mossy， 我相信广义一定也是某一个 Mossy， 只是我抓不到。好啦，唱歌啦，唱歌了的。哎呦，等一下，好炸耳膜哦！等一下，连我的耳膜都被炸到了。我调整一下哈。巧巧，麻烦你了，晚上把我们完美的音质调回来吧。布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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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是不夜城，回忆像星辰，泪越沸腾，我越感觉有点冷。变了心的人，越想越伤人。孤
又坐到清晨，阳光替房间开了灯，像落结局一样，又何苦再想？伤若让人成长，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解脱是肯真啊，看错行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像如结局一样，又何苦再想？伤若让人成长，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心里有一种渴望勇敢的念头，不要爱我的人在担心我。嘿啊嘿嘿，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不放手。我有自由好好过，嘿嘿，解脱是懂擦干泪，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我三枪，我这些三枪没有开吗？啊，对，我忘记了啊！死呀！等一下，那个魔石岩真的是嘎音师，我忘记了啊！是 Angry 伊拉塞，我那时候连 echo 都有开，我 echo 有开好吗？就是人剪得很奇怪，想到解脱哦，好，地茯苓。金毛干练，我精明干练啊！等一下哦，有，我忘记了，我真的忘了，忘记了，太久没调教。Angry， 我精明干练，好好选字，好好打字，知道吗？谢谢夏月桥老师，目前继续低台中Echo， 我也没有开吗？阿斯，阿医师，你那个钱掉了，你要再投一次哦。你钱掉了，你再投一次啦。好了，开玩笑的。Echo 没有吗
Echo 现在有了吧？有了吧？不，有吧？即马的时阵是无 Echo 的感觉，即马我 Echo 已经关掉啊，即马我开起来咯。艺书挑选了歌曲《迪卡屯足迹的交集》啊，你居然给我挑卡夹，你居然给我挑卡夹，而且怎么被你发现我的点歌系统出现了？我的点歌系统其实还没跟你们讲，因为我还在研究，你居然就被发现我的点歌系统了。哎呦，对，就是总之就是谢谢就是合作伙伴的邀约，因为他们最近有在算是跟山昌谈一个比较优惠的什么同捆包的一些算是优惠嘛。那我们这边就是如果有合作的 B 朋友有兴趣的话，那就是大家就是可能一起就是包同捆包吗？非常的划算呢。也就是说现在就是三枪猪猪这边的可以用的是最下趴的那个什么东西，反正就是那个方案最下趴的那个方案。对，然后我昨天就想说试一下就是点歌系统，然后就是有在那个地方找到卡夹，就好开心。对，但是我好像也没有特别设定金额还怎样，这样就被阿英师发现了。对，还要调整一下。然后看一下，上面也有那个可以按，这里 Echo 是聊天室有这个哈。等一下，不是，等一下这个臭猫西，我唱歌也会开 Echo 好不好？对，所以可能还会再调整一下。有那个按那个会播一段音乐，其实我也不晓得说就是会怎么样的玩法，所以刚好现在阿英师点了一下，就哦原来是这样子，对，所以我是觉得卡价呢，我们的卡价怎么可以只值30块，对不对？我要调高，我要调高它的价钱。好了，开玩笑了，之后要再看怎么玩。好，之后这个抖内系统，我觉得可以看，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玩法再去调整，好它的内容这样子。很大的摆在那边不发现多难，就开发者哦，你只有开发者账号 Max， 你只有开发者账号，对，什么是开发者账号？对，反正就是那个年缴最贵的那个，但是我们用因为算是很同捆包的方案，所以就很划算的方式，然后就可以使用1年。对，然后也总之感谢就是我们合作伙伴的邀请，这样，对，谢谢。然后对不起，我现在满身大汗，我现在满身大汗，我就开冷气好了，我没有开冷气，我好乖哦。你们等我一下哦，开个冷气。开冷气的时候要无限洗脑你们。你们乖乖买票哦！既然都来了，2场都看吧。去挑选了给去这个村子记的交际啊，什么东西啦？好烦躁哦！谁啦？怎么觉得会使用这种东西的是牛吗？等一下，阿医师，你冷静。我刚刚原本是想要跟你讲说，就是今天就是反正就是大家有点，那反正猪猪就唱就是这样子，对。然后结果阿医师你居然给我加码了是吗？而且重点是不对啊，刚刚不是有什么迪卡囤主机啊卡夹，对哦，原来他还会附送卡夹。
那他刚刚是怎么讲的？刚刚那位小姐是怎么讲的？刚刚那个是不是法语还是西班牙语？你听到三江小姐讲话，牛妈受到伤害，硬硬的我，等一下，彩彩，天哪，你居然叫安医师叫硬硬，你们说真的关系不菲哦，你们一定晚上塞满了彼此，对吧？刚那张好像是5300吗？哪一张是5300的？我有看错吗？谢谢阿医师。好，我在还没开嗓的状况下唱卡甲可以吗？大条的爱的米线芳开残留烟水。好，我觉得我再让我的嗓稍微再开阔一点，我们卡甲就吹了起啊，好不好？什么叫我你才碰的那个 GIF 吗？彩彩，什么叫彩彩好紫啦？什么东西啦？这样看起来现在还没有分不同金额的歌曲，因为猪猪还在研究。对，因为其实就是下半年想要怎么讲，有一些活动，然后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性，然后刚好就是这个，反正就是最下趴的这个方案的邀请就有来询问。我就想了一下，计算了一下，觉得还不错，划算，而且可以增加跟大家的互动感。对，所以就是昨天三江的业务也很积极的，就是快点帮猪猪弄好。我昨天真的才刚开始研究，就被你们发现了，阿里嘎多。然后至于不同金额还有什么歌曲的设定，其实我还不知道怎么弄。对，总之就是谢谢你们今天投递了卡甲的这个歌曲，我会唱哦，我会唱。我等一下声音比较开阔的时候，我们再来唱一下。对，目前就有卡甲能选，因为他这个是怎么样？我目前就是观察到或者是摸索到了，就是我必须要把我的歌单的东西一个一个慢慢的选进去。哇靠，豚足鸡在这2年多已经唱了多少歌了？豚足鸡已经唱了多少歌了？我的天哪！所以我要慢慢的把它更新进去。然后我看了一下我自己的歌单，就塔瓦帮我就是整理的那些歌单，我就果断先把网页关掉，然后就乖乖去洗澡刷牙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10点了，对，已经10点了。所以就是我再看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快点把我的歌单加进去，不然就真的是土法炼钢的一首一首抓出来，就是这样子。对，然后好，等我一下哦。我要去。等一下，我姐妹在揪，可能明天要去某个地方。好 ，OK， 好，我报名结束了。你可是安排1天陪广义，你安排哪一天啊？被我揍完的那一天吗？是不是？彩彩你在说什么？特别做成叉烧包，所以彩彩这样讲话是彩彩的灵体吗？好，来，我们继续来唱歌吧。他哇，你报名什么啦？这报名，我今天在广播上面听到这首歌，我很像没有在直播的时候唱过，我记得。有没有很怀念？我现在只能用手动的吼，因为那个就是都跳掉了，所以我要再慢慢抓回来。多少个秋，多少个冬，我几乎快要被治愈好，但还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也曾想过，若真遇见，我们应该如何是好？我想我还是会站在某一个街角，不让你看到，只因为我不想打扰，只因为怕你解释不了，
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里，他比我还重要。我只好，我没有唱错吧？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你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再不想问，也不想被通知到，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古鲁斯伊拉塞，古鲁斯欢迎你来，欢迎！今天是音质很糟糕的猪猪，我昨天电脑挂掉，然后总之硬碟换了之后呢，系统跳掉。对对对，你们忍耐一下。只因为我不想打扰，只因为怕你解释不了，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里，他比我还重要。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你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再不想问，也不想被通知到，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若不想问，若不想被通知到，就把祝福留在街角。这首劲歌就要唱下去，拉长音拉到那个对拍到对。对，谢谢露丝，安安还是很好听吗？谢谢。其实我才刚大病初愈。而且真的我觉得 COVID-19 之后啊，之后了，就你已经确诊之后，我觉得只要再一次生病，而且是生大病，肺部就会变得很敏感。他现在好敏感哦，就怎样就会想要触发他想一些咳嗽的一个该怎么讲，这么敏感，这样子不可以，干嘛这么敏感，对不对？好讨厌。我没有在讲奇怪的事情，我是说真的，我现在的肺部虽然说感冒已经好了，可是也是还蛮敏感的。来，一往常就知道唱错了。这猪猪用的什么猪？等一下，我没有吃嘟嘟，你们不要乱误导我们咪鹏鹏好不好？露丝，你不要理他们，他是坏菜菜啊！也谢谢我们萧月桥老师还在，可可好开心。新冠后遗症好像都恢复期了很久，天哪，1至2年也太夸张了吧！壮如牛的我，对我的抵抗力非常非常有信心的，但是这一次真的哇，到底要怎样？实在是太难搞了，这个新冠到底是要安怎咯？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你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那你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那你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你呢？我
我这里天气很炎热，那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感谢雅琛成为我们猪仔专员，但是你们看到那个都是假的，他现在还是我们的总裁，今晚是我们的总裁咯。恭迎我们的总裁加入猪仔专员。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你呢？我这里天气很炎了，那你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好浪哦！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我不会原谅，我怎么原谅？我们雅琛是假的，真的是假的。他是我们的假专员，他是我们的绿界总裁，你们知道吗？就跟那个广印啊，就跟那个他娃娃，就跟那个24脑啊，就跟那个小天啊，就跟那个劲爆一样啊，就喜欢跑去绿界加嘛，然后加一加来这边装萌新啊。不对，他们也不是装哦，他们还真的是萌新哦。嘿呀，都在那边加一加，那边加一加，然后过来这边，哈哈哈哈，我只是专员而已，群老厨哦，好羡慕哦。对，这一类的，对他们的玩法我太了解了。雅琛坏掉，阿广过来，好棒，我好喜欢，你们真的都是我的骄傲。而且我没想到阿印师已经晋升为印印了，是吗？你现在的小名叫印印是吗？好棒，太棒了，彩彩，我好欣慰，你们都好讲。彩彩，你最没有资格讲这句话。雅琛好扯，你好意思说，还给你送一个出号机，真没有啊？看劲爆萌新在偷低台啊！劲爆，你居然在给我偷低台！好，我们的萌总们，你们都喜欢去绿界加一加，然后再过来这边大佬好羡慕哦，群老出我这样，你们的套路我太懂了，好不好？
起码你 YT 这边是没有假的。对对对，我们这边有那种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什么 YT 加绿界也加，哇靠，双料总裁，双料总裁有没有？我们的 Tawa 跟我们的印印，我们的小印印也是我们的双料总裁哟。嗯哼，坏掉了。对，我知道阿印是不是专员啊？我们可以对雅总，怎么会有人可以花得起600块的这个高价？比起600块，你不觉得3800比较划算吗？是不是？露丝，你看他们，就是阿印，你是无辜的，你好意思说这位蒙总？哈，我们他哇蒙总600好贵，加不起，只好加3200，3800。薄荷，你别这么说，你常常在总裁上面上上下下，我都知道，好不好？看看你才不是总裁，劲爆蒙总，你要逼我把你的年资亮出来吗？我昨天已经亮出来了，不好意思，我昨天亮出来了。我昨天还前天把大家的年资亮出来，你们一个都别想装。我们劲爆也真的是很爱装，好不好？已经在绿街那边1年份加透透了，还在那边给我装齁。谢谢你们的支持啦，谢谢你们的支持。紧接着，其实礼拜五我又要就是制作您各位敬爱的蒙总们的蛋糕，好不好？我尊爵不凡的，不管是蒙总们，不管是蒙星还是以世祖总裁，说人到，我们的玲玲学长也出现了。对，我们玲玲学长的生日蛋糕即将在这个礼拜五制作，以及我们的阿崔他的周岁蛋糕一样都是香菜口味的哦，好期待，有没有很期待？我超期待。露丝说超强，我也觉得他们超强。雅琛哦，没关系，我觉得不管3200、3800，大家量力而为，你们不要加到让我知道你们吃土，我会生气哦，知道吗？明明是32块，滴滴逮到。哦哟，都被先抵了被先抵了是吗？不好意思，那我把那一段就是那个剪成精华散播出去，让大家知道你们多爱给我装萌新装专员哈。谁在薄荷那边总裁那边上上下下？这我不好说，但是上上下下是我们薄荷最专长的，他很专长上上下下，是不是？我们玲玲学长17个月的猪之主讲嘛？我跟你讲是假的。他是绿界，我们18个月的以世祖总裁。我前2天跟大家对过年资一个都别想逃然后最可爱的是，我跟阿印师还有劲爆蒙总在对年资的时候，对，然后他们2个异口同声说：“蜘蛛我没有记几个月我不知道我说没有关系我帮尊爵不凡的你们记下来，我记了。他们加完之后完全没有记自己的年资，哇靠！真大佬，就是那种3800造谣3800造谣，谁说的？谁对你造谣？他一定想引起你的注意，好不好？那可是600块的差距，我知道600块很贵的，好不好？我想吃看看。猜，你真的要赔我300了，你小心，我11月9号给你塞芋头，跟你讲，咳嗽掉出土块，别这么说，长官，您的3800首度资格都抢到了，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好不好？您各位都是大佬，你又不吃土，吃成西北风好棒。又说这是雏形吗？爸爸熊，谢谢大佬让我吃出看。来，我们恭迎我们23天的以世祖总裁。我为什么会知道？对，我前2天才跟大家核对过你们的年资，好不好？对，23天，我应该没记错。对呀 ，S 我帮你确认过顺丰那边了。それが残念ながら。就是顺丰那边基本上常温是没问题，但是冷冻跨国真的没办法送，没办法，牙医师。对，所以这次我们可能真的只能把护身符交到你手上，好不好？对，也谢谢牙医师海外的尊爵不凡的总裁，海外的朋友也一直让我觉得说很感谢。对，但是因为我的回馈基本上食物类的东西真的还是没办法寄到海外，对，所以很可惜。对，但是很开心，海外的总裁对有这份心支持我的知名干练，谢谢我的知名干练，果然留得住人，对不对？我知名干練、謝謝大家。あ、トマちゃんいらっしゃい。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あ、明日ね、台湾の高尾に来るの？台湾の高尾に来るの？本当に来る？マジで来るの？すごいね。すごい。台湾に来る？
もしかしたら今台湾に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我们卤肉饭先生是福冈的日本朋友吼，他有在我们的 DC 说，很像明天有什么什么高雄动漫节，其实我反而不知道，但是他很像有说是要，行きます？あ、明日行きますの？明日出発する？それとも今も台湾にいらっしゃる？不知道东马先生现在已经在台湾了，还是说明天？行きますね。まあとりあえずようこそ台湾ようこそ台湾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お久しぶりなんですけれども，谢谢东马先生总是很努力的用中文跟我们沟通吼。反正是冷冻的不能送，对，冷冻的没办法送。对，我甚至我以为可以送我甚至就是把就是说我可能会寄过去的包材的重量跟尺寸跟客服说，但是我还来不及跟他讲说就是内容物的时候，他就直接说如果是冷冻包裹的话没办法送之类的，我就是冷冻的食物，他说现在就是寄香港还是没办法，我觉得好吧。今日の夜出発するの？お疲れ様お疲れ様。要小心哦，気をつけて台湾に。まあとりあえず不知道东马先生会来几天哈。まあとりあえず明日は高尾ですね。台南に行きますか？台湾の他のところに行きますか？せっかくだから、まあ、台湾に言ったらやっぱりタピオカミルクティーね、わかる？タピオカミルクティーおすすめです。飲んでください。疯狂介紹。タピオカミルクティーぜひ飲んでみてください。台湾の味ね。食物要那种很麻烦，个人做。蒂芙里，你讲到重点，因为其实我有在邮局寄过那个周边给张丽的，因为张丽的他也是海外的嘛，他在加拿大，我那个时候只是寄周边哦，要填的东西就一堆了，非常非常的多，对，所以我那时候在邮局还跟 DC 的朋友求救说面线们救命，我看不懂英文，因为他填的都是英文，对，然后第二次是在顺丰寄常温的月饼给我们 LF 爸爸。然后顺丰那边要填的东西其实就没这么多，但是基本上还是免不了就是一些可能手续什么之类的，对，但是我觉得我能问的能做的努力该问该做的就快点去做，因为也真的很感谢海外的朋友，也是不管是周边支持还是抖内支持加入会员支持，我觉得可以回馈的希望可以尽量回馈给各位这样子。ありがとうティカ先生。これがとんでもないでございます。先生なんでそれがとんでもないでございますね。急に先生に言って几位面线的歌陪伴吗？这我不好说，他娃娃。加拿大是的，夏月乔老师，我们这边有来自应该说身在加拿大的海外的朋友，对，之前订了我们的周边，然后我用邮局的航运进过去，没错，航运你没听错，它大概漂游了大概1-2个月，然后安安全全的抵达了加拿大，没有错，我们加拿大的朋友是饼干可以常温寄给鸭老吧？饼干的话，顺丰快递的话，基本上应该是没问题，但是你寄过去的时候，可能已经超过了1个礼拜了，它可能也酸坏掉了，对，但是我觉得饼干的话。如果这个月万圣节饼干 OK 的话，对大家其实如果总裁们都想吃饼干的话，我就干脆就把那个福利一样，就是并给鸭老，那我一样用顺丰快递，就是常温的寄过去也是可以的真的是漂洋过海过去的周边没有错，而且那个周边还有那个内内的什么滑鼠店，我当初我实在太单纯了，你知道吗？因为我那时候生日周边其中有一项是胸部滑鼠垫，然后其实我自己本身真是也是第一次出这类比较脸红心跳的周边，我还很紧张的问 DC 的面线们说怎么办兄弟，我会不会就是海关在查验这些东西色不让我寄什么之类的然后兄弟们完完全全老司机，你那个叫色再上去的都有好不好？海关不会因为太色然后就拦下来反而不会因为太色拦下来这样子，然后我就放心了然后就是不够色好没事了这样子。饼干就算变了你还是会吃，就算变质了你还是会爱是吗？好的，我们牙医师骨子里果然是非常的专情，我相信
而且猪猪真的有对，而且那个时候，对我在邮局就是手忙脚乱的时候，我还在 DC 问说：“那个胸部滑鼠定我要怎么翻译？”我笑死了。谢谢你们啦！我觉得我就是这一条路就是一路经营下来，反正我只要有什么事情，只要丢 DC， 大家全部都是我的小能手。你们真的很棒。对，是有多色，是不是长官？对，猪猪会色吗？我精明干练啊，唱歌啦。我精明干练啊，唱歌啦，闭嘴，生气。我精明干练。Apex Trace。我爱你，谢谢，我爱你，谢谢。我爱你。刚问刚想到的、啊，唱歌的、啊。我精明干练，我精明干练。谢谢你们爱着彼此的老公，我好欣慰。祝福你们，好朋友，你们都是我的骄傲，我的好朋友们。啊死！你的眼最后戒掉了吗？那些年过得还算幸福吗？这咖啡的甜度，早就是你爱的，重逢的我们，一切全都变了。你问我还常常加班吗？那口气还是一样的温暖。时间总是叫人把好的都记得，当初为什么没好好再见呢？那年我失去最好朋友，我最爱的人。你们相爱，我和悲伤共生共存。而爱从不由人，对错不会永恒。但当时我只懂憎恨。你问我还常常加班吗？那口气还是一样的温暖。时间总是叫人把好的都记得，当初为什么没好好再见呢？那年我失去最好朋友，我最爱的人。你们相爱，我和悲伤共生共存。而爱从不由人，对错不会永恒。但当时我只懂憎恨。还是要没 echo 吗？那有可能，真正个没 echo 吗？好想鼓起勇气陪你聊聊美满的人生。你的快乐，我凭什么感觉残忍？天空就算苦涩，心也该放下了。好朋友，我祝福你们。一直都没有吗？怎么会这样子？我听得到呢。啊，完蛋了！那这样子呢？这样子也没有吗？这样子也没有吗？这样子，这样子也没有，是不是？哇，我这边 echo 大到已经像那个歌厅秀了呢。
好，好，草草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好，应该是没有输出出去，应该是没有输出。好，你们今天听我原音呈现就好。好啦，那这样子，我看一下哦。你们听我原音呈现，对我的 echo 我自己听开心就好。啊，小乌龟拉塞，回音输出选错了。我其实麦克风没选错，只是因为草草他这次应该说，我购买了这个新的麦克风之后，然后草草他完完全全就是很职业的帮我调了，算是很多专业的细项。然后，所以如果我换了麦克风之后，你们觉得不管是音质还是说唱歌体验变得更好的话，真的都是草草的功劳。那也就是说呢，那些设定全部都在低潮，然后呢，低潮荡掉之后呢，这些设定全部都没有了，谢谢大家。所以今天晚上草草会在现身帮我调一下。就我们可能在线上看要怎么调整，就晚上已经约好时间了，所以不好意思，今天请先听我清唱一下，好不好？晚一点可以跟草草设定。好了，今天就让你们听无 A 口的歌杂嘛，对不对？然后回首输出不了，是不是？原味猪猪。啊，马克先生已拉塞，马克先生也常常在我们的一秀组总裁上上下下，也是我们上上下下的高手啊，跟我们薄荷一样，不是吗？上上下下，伊拉塞，谢谢伊拉塞，欢迎你们来到猪猪今天原汁原味歌会，对，完全无 A 口，完全没有 A 口。好啦，没 A 口，希望大家也可以听得开心哈。哦，谢谢露丝，是你不嫌弃，大家很好听，反正你们的晕的差不多了，自带 A 口就滤镜。我下次来开一个，我之前想要开一个清唱歌会，但是一直都忘记。下次我们可以开一个清唱歌会，原汁原味猪猪，谢谢劲爆萌总，原汁原味猪猪感觉很好吃，肚子又饿了。那你们就原汁原味的听一下碧笋好了，我们碧笋唱完。我们碧笋唱完就来卡架，猪猪电脑好了，对，我的电脑好了，但是设定跳掉了，哦耶！但是音乐的设定、音质的设定，你们不用担心，晚上我们专业的混音师草草就会替我们调整回来了哈。所以今天先忍耐一下，听猪猪的原汁原味的无什么无 echo 吗？无任何 echo、无任何效果的原汁原味猪猪哈。我来避笋之类哈。讲一句歹势，讲话无算话。啊，我要生气。伫一个轮回，前生剩啥货？你看日出会鸟仔咧啼，是自然的温馨作势。就人心若疼，人讲上多，免上多解说，予人心沉地。随我再经过，谁拢不会放过。有一种缘分，予人作伙。也着有缘分，今生今世，可惜咱两人几千万年也袂当相陪。天地之看，予人美相撮，四季轮替，无咱两个，我不甘愿孤单流连，亲像孤鸟电视咧飞，满世界找你的人咧对，敢讲注定我甲你无缘，将我灵魂对甲必顺，我也无后悔。免上多解说，予人心沉地。随我再经过，谁拢不会放过。
有一种缘分，予人作伙，也着有缘分，今生今世，可惜咱两人几千万年也袂当相陪。天地只看黑人米相撮，四季轮替替无咱两个，我不甘愿孤单流连，亲像孤鸟电视咧飞，满世界做你的人咧跟，敢讲注定我甲你无缘，将我灵魂对甲必顺，我也无后悔。这个是原汁原味，猪猪必损。我今天想要去听一下我的回放，就是没有任何的效果器，还有那个 echo 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其实我很久没有让你们听到这样的一个歌会了，这样也不错啦，玩一下就是纯净无污染的东西。天地只看黑人米相撮，四季轮替替无咱两个，我不甘愿孤单流连，亲像孤鸟电视咧飞，满世界做你的人咧陪，敢讲注定我甲你无缘。将我灵魂对甲必顺，我也无后悔。将我灵魂对甲必顺咯，我嘛无后悔哦。有时候忘记开 echo 也是这样，我今天一直都有开啊，只是你们没有听到啊。我们嘿呀，天然的熊赞呐，回归自然呢，是不是？原汁原味很好听吗？谢谢我们老师今天是负责过来给我夸夸的，老师谢谢。怎么第一次看台啦？好吃鸡排！哎呦，猪子一拉起来，你竟然听到猪猪要什么清唱歌会吗？哦，对啊，清唱啊，不对。珠子，你可以好好打字吗？珠子，哇，珠子，讲到珠子，昨天就是因为我那个电脑不是当掉，然后我根本就不晓得我的型号是什么，对，然后超级感谢珠子，她居然记得。珠子，你现在头上有一个专情印章，你知道吗？你现在头上那专情印章印在你头上哦，我跟你讲，一辈子拔不下来咯，你现在就不能滴滴哦，我们压力很大，对不对？谁叫你昨天记得我的主机型号？谁叫你昨天这么专情？我们谢谢珠子跟大家，所以我昨天就是下播之后，我就珠子，哇，快，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现在那种研究一下，对，因为他都知道说我就是可能电脑里面是不知道什么东西，他完全真的都知道，对，然后所以珠子他也非常非常的很 quick 的，很迅速的哦。他说：“猪猪，我跟你讲，那个什么时候 SSD 要怎样，要怎样，他怎样什么 SSR 没有，对不起，没有 SSR 这种东西，对，没有稀有牌，对，反正就是这样就好了。”我就其实我听不懂，对，但是呢，反正我就快去店家，然后就是把就是我们研讨出来的东西就这样子这样可以好 OK， 反正我就看不懂那些东西，然后很可爱的是，因为就是大家昨天就很紧张猪猪的电脑问题，所以不管在 DC 还是说在那个像大布老师他也快点私讯我，就问说我这边的状况，然后因为大布老师好死不死，就是他刚好就是他之前就是卖电脑的，你知道，就很巧，所以我就是有稍微就是跟老师说，我可能要去一趟建国商场，然后把就是可能刚刚跟珠子讨论的那些什么 SSD 好 OK 那些东西跟老板说可能要换掉还干嘛，然后大宝老师就说，那你现在的那个电脑状况可能也是在更新一下那个什么。那个又是什么？那个电源什么？对，那个你看马上忘记，然后所以大宝老师要给了我另外一个就是什么电源什么供应器的一个型号，他说这个好，这个很好，你就是一起换下去，你的电脑完完全全基本上就没问题了。我说这样子这么厉害，对，反正888的就很有效率的，而且完完全全没有花太多的预算，我们的电脑回来了，但是它设定跳掉了，对。但是他设定跳掉了，竹子，你没有在滴滴吗？你确定？
你确定你真的没有在滴滴吗？好啦，就是珠子也很忙，其实即使他去滴其他台我也不知道，因为大家都很忙啦。好，云天去上班了，辛苦了辛苦，对 SSR 这样子。哦，对啦，电源供应器是不是？还有我就是没有真的跟店家说要换，没有啦，因为我就不懂那些东西，所以我是复制，我就把就是可能我们讨论下来的东西复制下来，然后就是直接丢给店家，因为我不会讲，我也不会讲，我就直接丢给店家。然后说真的，我觉得那间店家真的还不错，他不会硬要说要我去改变些什么，甚至我昨天过去的时候，他就以为我只是要可能检测一下风扇或者是清里面的灰尘，然后他就很客气的，就是帮我检测看什么低槽有没有坏掉啊，干嘛的，对，但是就是可能我觉得他也没想到我要换东西，对，所以我就把就是可能大宝老师或者是珠子建议的那些东西丢给那个店家之后，然后他还有点忙。然后他还说哦，你要换是吗？我说哦，对对对，就可能照着上面这样换。然后他就快点手忙脚乱，快点帮我弄掉。谢谢你们啦！怎么听起来好像被什么推销卖药的老人家？我觉得我是，而且因为昨天的状况，其实我是有点背脊发凉的，因为一开始你知道早上就是我要开台之前，我的低潮就完全挂掉，然后我背脊发凉完，然后还好就是听大家就是说猪猪冷静，我们可以就是重新开机看看。我记得那时候他娃娃有一个很可爱的手势，说搞不好你重新开机可以抓到，就是他那只手我一直记在心里面，好拜托抓到吧，可以抓到，然后我重开，就跟那只手一样，真的抓到了。然后我们低潮回来了嘛，然后我就快点开台跟大家问说怎么办？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对对，然后就是好，总之快点，就是我收台之后要先备份，然后备份完可能联络一下建国商场的商家，然后可能就是再跟大家讨论一下说可能要换什么，或者是的什么之类的这样。对，那只手，原来是 Power。然后店家看到这么多懂电脑在，他怎么敢乱骗？而且昨天跟大宝老师讨论到一个挺有趣的点，大宝老师说他其实观察这个 V 圈也一阵子了嘛，他说他有发现很多大滴滴们其实都是电脑相关的，算是有些是老板，然后有些是真的是维修工程师之类的，所以大家才会这么懂这样。我说原来是这样子哦，是这样这么厉害，对。就终于抓到我的手吗？猜猜那个是他娃的手，不是我的手，好吗？所以可以抓那个什么，可以看一下硬点有没有状态吗？可是我跟你讲，你们打的那些东西，我真的完全都看不懂，完全看不懂。而且因为时间就真的是自己的时间真的太少，对，所以其实就是干脆就是把大家讨论的东西直接丢给店家。我们真的在很就是。我觉得是 CP 值很高的预算里面，就是我们电脑又回来了，然后它又可以撑好一阵子，对，然后再加上因为像猪儿子他就是有贡献他的就是 iPhone 11让猪猪面补，所以其实我们电脑效能其实真的减少了很多的工作量。谢谢你们，真的这个频道没有大家，我的真正亲像狗叫电视咧飞啊啦，你该知无？对啊。这首歌真的是完完全全没有了你们，我真的就必损啊！就放心吧，你本来就没有打算。呀，意思我不要寄饼干给你，我决定要寄臭酸的饼干给你，这个坏鸭！你是坏鸭，我要寄臭酸的饼干给你，好不好？也谢谢阿英师刚刚的点播，来，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来。不是必损哦，我们必损已经笑了啊！咱今嘛来卡加一个，您刚好来，咱今嘛来卡加一个，来，猪脚面线嘛，混在一起也是正常的。是啊，你们有吃到我的祈福面线了哈？对，也谢谢，就是有回报，就是你们在吃的或者是料理的状态的各位萌总们，好不好？蒂芙林是想问硬碟使用的运行时间吗？你看你厝的鸟仔咧啼，是自然的运行作息。我只知道这个运行啊，我只知道这个运行啊。好啦，好多专业术语都不知道。再说你不是温柔的乌鸦，哎呦呀，意思骨子里真的是很温柔很暖的人，好不好？在那边给我装，看到真的嘞没？好，我们来卡夹一下，你们让我准备一下哦。你们让我准备一下音乐录影带，你们让我准备一下音乐录影带，好不好？可
可以看重新配置有问题，它会亮黄灯吗？等一下，这个是什么？等一下，蒂芙琳打的这个我就看不懂了。对啊，这个我就想说，这个是什么品牌吗？好，来，我们来交机，我们要来，不交机，交机，交机，机，交机，好哦。抓来烧鸭，黄灯就表示差不多，硬碟差不多要坏了，是不是？原来是很文漏啊，就是彩彩啊，你怎么把你们的房事讲出来了？原来是这个锅不应该是我的，你去找彩彩，你再生气也没用，知道吗？好啦。好，来，好了，我准备好音乐录影带了啦，好，预录的，知道吗？预录的啦，知道吗？我这是原汁原味的咖架哎，原汁原味的，我们试看看，来。千年的古迹，煞来予梦拍醒。历史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机会，决定了我自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城内底，面纱放开，缠着烟水，吸引着我的心，紧追。巷仔内这一有一片土地香味，真工厝敢有需要搁提起？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搁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不相只在迷茫时。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起点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想。好神奇哦！我不晓得你们听到的感觉是怎么样，完全没有 echo， 原汁原味。千年的古迹，煞来予梦拍醒。历史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机会，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城内底，面纱放开，缠着烟水。吸引着我的心，赶紧追。巷仔内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真工厝敢有需要搁再提起？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搁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不相只在我迷茫时。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起点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想。对不起，我那无处自容的口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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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嘟嘟嘟嘟。
口北上和音室听到的干音档，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子啊。混音室其实他们都是听干音档的。哎，等一下，没有，我们没有要繰り返す，算是第一次听到没有 echo 的版本。想吃面线啊，快拿来接。好啦，来我们干音的版本。下次不知道还没有机会让你们听到干音的版本，但我觉得这首歌干干的，其实少了一些什么东西耶。这首歌其实我觉得不太适合干干的，因为它就是一首很骚气很重的歌，它很骚。好，我承认我的原创曲很骚，因为它很骚，其实它应该要有 echo。它今天很朴素。猪猪没吃，兔兔开始流口水，没有啦。而且时间过得好快哦，唱着就饿了是吗？今天可以陪大家大概到5点哈，可以陪大家大概到5点。来，今天吃素吗？是认真的吗？劲爆萌新真的吃素吗？好，我等下再来听回放哈，听听看就是刚刚那个原汁原味无调整，好，原汁原味无调整的那个卡夹，这样子会不会反而听起来很奇怪？你们觉得呢？刚刚的卡夹，原汁原味无调整的卡夹，喝个水。对呀，毕竟我今天2点多才开台，想要陪大家久一点。不会吗？根本原唱吗？所以说我有超越真原唱吗？有吗？长官，我有超越真原唱吗？我觉得你们怎么样都可以扯到原唱欸。好，我一定要超越卡家的原唱，我这辈子一定要超越卡家的演唱，好不好？超烦的。谢谢，我们刚刚已经结束了我们卡家的这个任务，希望我今后依旧可以超越原唱，谢谢大家。我们下一首歌，来，下一首歌来，什么超越不知道怎么比了，是不是？干到不行的原汁原味，居然还有办法超越是吗？好，接下来我们不要说超不超越，好，这个我一辈子没办法超越的女人张惠妹，来，比原唱好听，原唱有点鬼之幽魂，鬼之幽魂，哇，很会呢。鬼之幽魂，你今天是想领300是不是？好，原唱有点慢啊，原唱多碰啊，原唱多碰啊，没有像我这么精明干练，对不对？开玩笑，我就精明干练啊，是不是？你们哪一位原唱这么碰啊？介绍给我，下次我去滴一下哈。好烦哦。3月，3月过去了好几周，时间开始有点热，参不透的那种难过，突然觉得没什么，我的梦好多，我很好，你呢？2分钟之后就要天亮了，几分钟之后我也该忘了。想念爱没什么用，当3月过去了，时间会走，我不走。等一下，怎么有阿妹的声音？又吓我一跳。
好好好，给阿妹屋，给阿妹屋，抓起丢哎。两个人说分手以后，时间变得慢慢的，很久后的一个午后，终于可以很快乐。我猜我好了，我可以笑了。2年后的你听说落魄了，几年后的我是否幸福了？可能爱停在风中，但3月过去了，别人都懂，我不懂。我们用心交换爱情而寂寞，我们一起为爱情辛苦着。2个人的那时候，虽3月过去了，总有一个会记得。哇，好完美！我跟我的妹神合唱，太完美了，以后都用这个版本。这个版本是我第一次用啦，所以我不晓得说他居然阿妹的那个部分没有消掉音。刚以为是蜘蛛屋的吗？太无缝了吗？长官不愧是人夫呢，都不知道怎么哄女生，是不是？就让阿妹帮忙定音嘛，不是猪猪像你。我跟你讲，我这一辈子要是有办法帮张惠妹定音，我跟你讲，幸福到毕业。我跟你说，我此生足矣，我可以毕业了，我还在那边干嘛？是不是？对啊，阿妹真的是神啊！31いらっしゃい，欢迎今天来听原汁原味的猪猪。今天，总之就是电脑现在性能不错，很厉害的跑着跑着，但是呢，因为是新的东西，然后设定跳掉了，所以你们今天听到的音质就是原汁原味、完全无效果器的朱迪卡。我尽量挑一些适合这种原汁原味的风格的曲子，像这首歌我觉得也蛮适合的，原汁原味。也谢谢今天聚集在猪猪频道的大家。今天可能原本要开阿妹的歌会，但是开开心心的把电脑抱回来之后，发现全部的设定都跳掉了，哇，没了。所以才想说，好，还是歌杂好了。等到我们把音质调到最 OK 的状况，对，等到我们把音质调到最 OK 的状况，然后我们再来 Mason 的歌会这样。我其实连封面都做好了，但是好可惜，下次一定，我的恶魔，下次一定哈。我和你呀，存在一种危险关系，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
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人只在这一刻得到释放，相爱的纯粹落得如此下场，你们已吗？我们都别说话。星辰いらっしゃい。好，来自阿妹的原值。好的，谢谢新秀二。喉咙先生要撑住，好，谢谢你们，谢谢新秀二，谢谢劲爆，今天一样轻轻唱，慢慢唱哦，然后我觉得我的喉咙大概也是要慢慢的等它恢复。我记得我去年12月也是这样子，就即使感冒好了，但是喉咙的状况，它就是时不时会过敏，让你就是想要咳嗽这样子，真的好难好，这只能靠就是自身的保养跟免疫力。对，都咳了这样。好，接下来好可惜今天没办法阿妹歌回，对，要不然好多首歌想唱哦。其实我有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很想要把阿妹从以前到现在的专辑全部制霸。对，当然中间有漏掉的一些，可能我还没有练好。我在想说，此逼声不晓得可以来全制霸一下，体现我对阿妹的爱。真的是很妹的猪猪在听我介绍 FFK。对，去年，对啊，好快哦！对，说到这个，水灵宝贝也，昨天有在提醒猪猪，就是那个报名的部分。对，好，谢谢你，就是这样子，继续提醒我吧。我看一下，张韶涵的歌很像也没有可以轻轻唱的啊，因为毕竟张韶涵也是
也是大炮型的。你看慢慢调整，去年年底确诊，上呼吸道花3个月才恢复。真的，马克先生，我记得我那时候确诊，其实也花了差不多2-3个月，才真就是你去呼吸或讲话不会有想要喘或者是咳嗽。我大概还有1个月吧。刚好我们下一个月就是演唱会。今天10月9号你们那个谁还没买票的，快点票买起来。一直在逼你们买票。11月9号就是我们演唱会可以见到大家的时候，希望那个时候我的肺上呼吸道可以再恢复的更加的茁壮。那现在中南部好像空气品质慢慢变化，如果是每年那样，可能秋冬季的空气的品质其实有差。谢谢新修2，我有发现到，确诊完发现走路都浩老师，你根本不是胖好吗？浩老师不胖啊，时间过得好快，只剩1个月。然后新冠症状真的是很讨厌，真的是这样啊。说到这个，因为只剩1个月，我有在想一件事情。等一下，这个不是啦，不是你啦，卡佳，你先到后面去，我先把钢琴伴奏我先开出来。就是因为只剩1个月，然后其实我们该背的歌词应该都要背起来嘛。但是如果我现在背歌词，你们就知道我要唱哪一首了。我这样子还要背吗？你们觉得我是不是还是卖个关子比较好？就是在想这件事情，你知道？但是又很想就是开台的时候稍微透露个1-2首，然后就请大家陪我背一下这样。对，我觉得长新冠症状真的是很讨厌尤其是主播们喉咙是生财器具啊。看蜘蛛想给你们惊喜，你好乖。等一下，彩彩这才是太坏了，坏彩。不是啊，我1个月后要唱什么？我也没有跟你们讲啊。我1个月后要唱什么？我真正有开始背课文的，不就是那1首而已吗？而且我那1首背的课文是演唱会的课文吗？你们就这么确定吗？明艳伊拉赛，对吼，开会线也是一个方式吼。看猪猪想不想给你可以透露几首，然后藏几首。我有在想说，我是不是可以透露几首？长新冠症当然是1年会恢复了，如果时间太久，还是看一下医生。好的，感谢地福林。好，我如果到10月底还是时不时一直咳的话，对，可能再去看一次医生。对 ，BGM 变大声了，可以背100首，这样倒是那对哦。对啊，有背的不就是那1首而已吗？你们最好是有猜得出我那时候的歌单哦，你们绝对猜不到好吗？好，4点17分。好啦，让我再想一下。但是我今天还是继续卖关子。对，我今天还是继续卖关子。然后中医跟着调养的中医是很，说到中医，我最近有在想说，我是不是也去中医看一下，就是上呼吸道的部分。奴隶神镇魂曲，等一下，我奴隶神那首我没有背歌词啊，我记得我有跟你们一起背课文的，不就是那1首而已吗？然后，谢谢明月加入第28个月的猪仔专业，好专情，谢谢明月，备受神明照顾，没有确诊过。等一下，雅晨，你真的是天选之人欸，你真的没有去过吗？雅晨真的没去过吗？也太强了吧！天哪，天选之人，我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欸。好，雅晨，但是你可能出入还是小心，不然就是可能雅晨有去过，只是就是轻微的症状，所以就比较没有发现到这样。蒂芙林居然也是零确是吗？好，你们真多天选之人，好多。真的假的？趴趴熊也没去，是怎么了？我家的会员是怎么了？我家面线基本上天选之人是吗？
弟弟也没有去过，居然快筛居然都没东西是吗？好，还是那个快筛可能坏掉了。每个人都会跟雅晨说你要确呢，就很多人说不筛就对，不筛就不知道确诊了。好，对，没错，对，那个好几盒都没有，这样还塞了好几盒，这样先不要。哇，我们家的面线好多人没去过，你们真都天选之人呢。你好，这个不知道是我姐妹的女儿，伊拉塞，欢迎。我姐妹的女儿很可爱，她就是在我们卡家发行的时候有跟我姐妹讲说就出单曲了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姐妹就非常激动的就是有密我说我女儿说你出单曲了什么之类的，这样我说原创曲这样。谢谢支持，对，不生气的话11月9号我们在台北有演唱会，姐妹们要不要来一下？姐妹们要不要来一下？在台北然后开车打字就那边空白送出。好，没事，米也辛苦了。米也现在应该在边骑车边低台，还是把那个机车先停下来了。你家3人确诊就没有呢？觉得很奇妙吗？抵抗病毒确诊中吗？我其实就是复原了，但是其实我跟你们讲，我这次有塞，我塞了2次。但是没有，可是我总觉得现在的复原期很像新冠，只是我觉得可能没有筛出来，我觉得很像。对，你在高雄确的吗？对，米叶的里程碑28个月啊，怎么了吗？米叶28个月啊，然后好，总之我们连疫苗也没打呢，快筛也没事吗？我目前迪卡病毒确诊。我想说，好，马克先生，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然后流感我有筛，也都没有，就很妙，到底是哪一个？而且流感它的恢复期会这样子，还是呼吸道很敏感吗？对，不晓得，因为我总觉得我这次应该也比较像是新冠，对，感觉不太像是流感，还是说流感的复原期其实也是像这样子？那我就认了啊，那我就认了。来，边开汽车边跟台嘛。好，辛苦了。来，下一首歌。也是呼吸道那边的都有机会吗？无言花，今夜冷风霜雨来陪伴，灯火照影人孤单，寂寞的滋味透心肠，不知当时天才会光，你我没事，离开了后才来思念，亲像一蕊无烟花，点点来开，点点水，一暝花开的香味。我没有哭啦，永远抹白的稀微。你敢有听见花声啦落落破碎，是啥人的心肝？你敢有听见花声啦落落破碎，是啥人的心肝？没有，我刚刚看错，我以为有人说他金盟干练，都是你们害的，害我就是有被害妄想症。楚楚别哭，眼泪是我的。
芋头才是你的，菜菜。谢谢，谢谢。你我哪会这无缘？离开了后才来思念，亲像一蕊无烟花，点点来开，点点水，一暝花开的香味，永远满腹的意味。你敢有听见花谢啦落朵破碎，是啥人的心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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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赞赞赞！不知道到底不知道到底是我姐妹还是轩轩，因为我的姐妹，我的姐妹现在感觉应该是在工作，感觉应该是轩轩，谢谢你们，原汁原味的啾啾也太好听了吧，又要晕了吗？谢谢，谢谢，果然我声音老派。就是比较适合唱这些老派的歌曲。是笑笑哥，谢谢你们。大华本来就晕吗？那雅晨你呢？雅总你就不晕吗？让我看看。原汁原味我觉得挺有趣的，原汁原味还有什么歌可以玩一下？我觉得其实原汁原味的卡甲很冲突，因为卡甲这首歌太下趴了，所以我觉得原汁原味反而如果今天我的声音状况好的话，我下次就是可能声音状况在非常 OK 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再试一次原汁原味的卡甲，但是呢不保证会比较好，因为其实卡甲真的很需要一些下趴的效果。对，他们都晕是吗？说什么他们清醒？好意思说？好。我肚子饿了，但是我可以再唱这一首。这一首好久没唱了。你们那个说自己清楚的清醒的那个都很难阅读呢，很难阅读呢。再一首。我想要成为你的眼，把最美的风景收进你的心中。我想要成为你的手，好让我从现在到以后占有你温柔一刻不放过，恨不得把明天没收，让你永远不会变动。专注的爱
你没有保留，我爱你就到最后。有些人值得等候，有些悲伤值得忍受。我爱你不是冲动，生命尽头分只一场空。只要你记得，我们那么爱过。怎么连笑笑歌都变成这般田地了？我想要收集你笑容，哦，这个对，未来快乐啊！要是少了我，你有多寂寞？恨不得把明天没收，让你永远不会变动，专注的爱着我。我爱你没有保留，我爱你就到最后。有些人值得等候，有些悲伤值得忍受。我爱你不是冲动，生命尽头分只一场空。只要你记得，我们那么爱过，太阳不会放弃天空啊！哪怕你不再属于我，我会在不同的窗口给你拥抱。我爱你没有保留，我爱你就到最后。有些人值得等候，有些悲伤值得忍受。我爱你不是冲动，生命尽头分只一场空。只要你记得，我们那么爱过。我忘不掉你第一次问我。P.S. 我爱你这首歌来自阿令，它算比较早期的歌。超级好听吗？谢谢品轩，好听好听吗？谢谢轩轩。我擅自认定她就是应该是轩轩，因为如果是我姐妹的话，她算是比较人来疯的疯咖，她的打字会非常的疯狂，对，所以应该是她的女儿轩轩。最清醒的是我老婆找了拔掉啊，塞进你的那个地方，塞进你的那个最温暖的地方。诶，我没说哪里哦。我没说哪里哦，塞进你那个什么最温暖的那个地方，讲出来我不要。鼻孔，塞进你鼻孔不就好了吗？是不是？对了，有一首歌也真的很久没唱了，不知道今天的状况，我们原汁原味无 echo 的状况，唱起这首歌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哦。好久没唱了，超久。但是我，很像没有伴奏诶，我看一下哦。搞不好有机会有诶，我看一下。谢谢品轩，感谢。不是只有曾经和现在未来，这辈子是爱过。哇，雅晨，你真的可以晋升我们的晕眩亲卫队，跟我们的晕眩亲卫队尬广了，知道吗？可以尬广了。
哇，但是他这个，哦，等一下，未免他那个音质也太差了吧？好，好，我果断放弃这首歌，我果断放弃这首歌。等一下哦，哎，是光哥吗？哦，我的天哪，光哥，我正想过去，你就过来了。我刚刚想说，我难得在下午可以遇到光哥，我正想过去，然后您就来了。感谢光哥带领着他的伙伴，哇，欢迎降落红莎莎、韩一朵三啊，これが三啊，わからない。まあとりあえず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袁博、早苗控，然后 Uni， 然后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马自丽莎。谢谢你们，但我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今天想陪大家到5点，而且我今天，哎呦，说到这个啊，我就是一个很没有办法，就是只要有3C 问题的人，我就会很焦虑，然后好死不死，我昨天的低潮荡掉了。嘿，光哥你好，谢谢你的降落，我们一起欢迎光哥最闪亮的那个男人。没错，我们光哥的头最闪亮，对，舍他其谁。默默欢迎你的降落。所以你们今天听到我的音质其实不是那么好，因为昨天就是低潮挂掉，然后紧急快点去那个电脑商场，然后现在电脑没问题了，但是很多的系统跑掉了，然后我可能又对这些东西很没有概念。阴阳阳下扬州，欢迎你哇！这个名字好特别。然后木木，然后怀瑾，怀瑾出现了。对，是低潮，真的就他10年了。今天我们去店家，然后店员跟我讲说：“哇靠，你这个硬碟10年了，回本了。”我说：“哇靠，居然10年了，我居然不知道。”对，总之我们现在的电脑状况非常的好，因为总之就是换了新硬碟，对，然后就是我们花最少的成本，然后把它带回来了，现在它的性能很好，只是就是之前林草帮我调的那些东西，啪的一声全部不见了，然后也不用担心我低潮的东西其实都在，对，只是就是我要把东西全部都拉进来，因为我有备份，对，然后。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好，这不是重点。好，然后今天我在想说，我的电脑回来了，我要回馈一下大家。昨天就是这么关心我的电脑，我要开歌回，我要开阿妹歌回。对，结果呢，一开台发现靠，怎么麦克风完全设定跳掉，就算了 ，OBS 东西全部都要重新拉。我觉得 OBS 东西全部重新拉，我觉得没关系，因为预料中的，因为在备份的时候就知道了。但是我麦克风的设定我不会调整，所以我刚刚又快紧急联络草草救命。然后草草人真的很 nice 啦，他说没关系，反正今天晚上会帮我调。对，反正就是不管是这些关于3C 关于数据，我完完全全就是个黑人问号，完全没有那些的概念。对，然后为什么想要刚刚看到光哥想要快点过去就是降落一下，因为其实我跟光哥算是比较时差的好朋友，因为我很难得可以在中午这个时间遇到光哥，对，而且因为之前我有一些数据上的问题，可能后台数据或者是广告效益的问题，就是想说请教一下光哥，因为光哥对于这些非常的熟悉，非常令人佩服，这样，对，想说哇，我下午遇到光哥，想说要过去一下，就光哥就来了，谢谢，谢谢，让你们再听个大概半小时的歌，然后我们再看待会可以降落到哪一位潇湘的老婆那边去，这样。对，要唱到5点。对，就是其实他现在还在我旁边那颗旧硬碟，我要确认它里面的东西全部都备份，就是传过去我现在的新低潮之后，他就真的要功成身退了。对，没有错。所以我现在就是那颗硬碟，它现在在外接，它现在露在外面，好色哦，不是。好色！我在讲什么？我要确定里面的东西全部都到我的新的低潮了，然后我才真的要把它拔掉了，我真的要送他一程了。对，没事，他很闲，但是要找就找他救命吗？
怀瑾，你跟光哥是兄弟是吗？哇，完全是兄弟口气。然后也谢谢怀瑾，就是对这2天就看到，就是怀瑾常常抽空过来，谢谢谢谢。然后怀瑾最近辛苦了，对我知道草场那边的事情，你们都辛苦了，真的啊，难得难得就是光哥居然降落过来。我觉得我刚刚已经设定好那个降落的接力是光哥那边了，好没得降落了，待会我们可能降落到其他 B 碰碰。谢谢光哥带着他的小伙伴过来，我是个人式的 VTuber。迪卡屯主机，我就是迄个上台的迪卡，对，就是迄个迪卡，你没有听错，台语的迪卡很好记，对不对？松哥有啦，我的迪卡这个名字就是打从我出配信，我就是决定要带在身上。尬的嘎叽得啊，嘎哇 NC， 就是台湾最台的这3个元素，是不是？台湾最台这3个元素带在身上，我是台逼，我骄傲啊，对不对？我觉得。迪卡这个名字真的很好记啊，因为身为台湾人就可能就即使可能听到我的名字不会想来看台，但是你记住我了，这样就好了，这就是我的目的。即使你觉得我怂个五拉不想来看也没关系，但是你记住我了，这样就好。我就不相信你不会记住我，因为其实大家看到 DIKA 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可能是日文的某个发音，或者是英文某个发音，所以有一些 B 鹏鹏第一次看到猪猪会说：“哦，迪卡你好，你好迪卡。”然后我都会跟他们讲说，你可以直接叫我台语的迪卡，然后他们就恍然大悟。对啊，也谢谢我们夏月乔老师还在继续滴台耶。然后红虾虾看起来很好吃。Say goodbye, say goodbye。谢谢轩轩，要看到5点。好，也感谢光哥。那既然光哥带着他的小伙伴降落，我们来多唱唱几首歌，很好吃的名字嘛。对啊，感觉好吃啊。超爱你的好吗？谢谢，谢谢你的爱，你的爱在光哥身上，对吧？我知道，我们这边很多兄弟，兄弟你真香，兄弟你降落对地点了，兄弟找不到女朋友，来这边找兄弟就对了。我这边什么都有，最多的是什么？兄弟。光哥有没有觉得降落错地方了？好啦，好了，低卡路里好棒。然后呢，因为我9月份生了一场病，也不是怎么样的病，但是我总觉得应该又确了 COVID-19 的感觉，或者是流感。总之，我现在的感冒是好了，可是唱起歌来还是会喘喘的想咳嗽，所以请大家多包涵一下。来，我们好久没有唱这首歌了。兄弟，你真香。这首歌献给你各位爱人们，各位老公的老公。来自李玟 Coco， 月光爱人。我醒来，睡在月光里，下弦月让我想你，不想醒来，过谁明白？怕眼睁开，你不在，爱人心深如海，带我去，把它找回来，请爱我10000年，用心爱。说你爱我，我愿为了爱沉睡，别醒来。兄弟，你们如果没听到 echo 是正常的，设定跳掉了。永恒啊，在不在？怪我的心放不开，北极星带我走，别躲藏，把爱找出来，
我爱你，每一夜我等待，我的心为了爱，睡在月之海，孤单的我想念谁，谁明白？等待真心人把我温馨。兄弟啊，有急事，转身。我愿为了爱沉睡到永远。这种冲突感的东西我最喜欢了，玩死你们！你们受得了吗，兄弟们？对，我们谢谢泡芙老师啦，而且这个是木子的委托哦，好可爱哦。当初只是想说，就是让大家玩一下彩虹，解锁一下这个可爱的小精灵，结果最近在 DC 被大家玩坏了。这个是泡芙老师绘制的。然后建模应该是千里老师，那他们就是携手合作，这一次在万圣节推出的这个可爱的，算是公版的这个可爱的小精灵建模嘛，真的很好玩哎，超级超级可爱。对，欢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跟泡芙老师委托起来。然后谢谢木木，然后对，今天是原汁原味，就是无任何声音效果器，然后无任何 echo， 对，完完全全就是对脱光光。摊在阳光底下，我也不会用这些东西，好难哦。然后轩轩，我再唱一次新歌，可是我刚刚没有任何 echo 的方式，我觉得一次就好了啦。对，让猪猪姐姐今天听一下回放，看说适不适合。没 echo 没问题，只是他是不是在 KTV 听歌？哎，也是好，找不了空。谢谢秦思，谢谢你。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对啊，我想说，因为他娃有帮我把历年啦，就是我出配信到现在的歌单都整理进来，然后我刚刚就是想说，今天没有任何的 echo， 我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调给你们听了，不如就选一些可能好久没唱的歌，然后玩一下这种无效果音的东西，其实也不错啊。好痒哦，我的鼻子。我突然觉得，像这种没有 echo 的东西，很像不太适合唱老派的歌。我看一下哦，我们还有好多歌可以试，我看一下还有什么歌可以试。然后，明明就效果，等一下没听哦，你给我好好选字，你给我好好选字。好吧。我们今天没有 echo 的部分，我们唱这首歌好了，应该还蛮适合的，应该啦。好，这首歌应该蛮适合的。开玩笑，我精明干练怎么可能有效果？对不对？我的效果就是精明干练啊。好。我今天早上在开车的时候，就是刚好主播在介绍黄韵玲这位非常厉害的作词作曲家，我就觉得好想唱这首歌哦。离别总是那么突然，我在你留给我的人间呼吸着你的离开，我梦见自己的余生，死缠
了生死相依，原来轮回只是一种思念，生死流转，从未迷途。因为思念你，是我唯一的归宿。来自阿妹去年发行的单曲《离别总是吓你呀突然哦》。宿命是一支暗箭，速度是一种抗辩，爱你却无可赦免，这余生无人可见，想你有生之年，让我自己祭奠。我梦见自己的余生死缠，曾破了生死相依，原来轮回只是一种思念，生死流转，从未迷途。因为思念你，是我唯一的归宿。我梦见自己的余生死缠，曾破了生死相依，原来轮回只是一种思念，生死流转，从未迷途。因为思念你，是我唯一的归宿。离别总是那么突然。这首歌真的很新，没错。阿妹去年为电影的那首叫什么？那部叫什么？极速道吗？我只记得很像刘德华。总之是里面的电影主题曲的样子。然后黄韵玲好像是作词作曲吗？还是我看一下这首歌，那个时候听到，我觉得非常适合家孙有友好吗？有哦，有带带出酒玩吗？有哦。我就觉得真的是很离别，总是那么突然这首歌。然后我其实那时候听得很喜欢啊，因为他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很资深的音乐人才有办法做出来的东西，不管是词跟曲。然后这首歌他也有入围今年的金曲奖，好像是入围，不知道是单曲还是最佳年度歌曲之类的。对，总之有看到入围，我非常在意。为什么？因为这首是我的妹神的歌，对，它是我的推，我的推是我的妹，对，我的推，谢谢。所以在本台可以常听到我会推那个张惠妹的歌，对，华语的推张惠妹，对啊，台语的推呢江蕙，谢谢，最近复出了，好开心。对，真的2023年的啦，对，所以听起来有点老，就意外的新哈。其实它的编曲基本上可能大家会不太知道说到底是什么年代的，但是你去看他的歌词，其实哇，真的是感觉那种要经历过很多很多的音乐人才有办法做出来这种歌。对，我觉得黄韵玲姐就是这么厉害的一个角色。对，留下来或我跟你走。
有到国境之南，很安详。对，这首歌真的很安详，非常安详。所以我觉得无 echo 的状况下唱这首歌其实也蛮适合的啊。还有另外一首歌，这首歌其实听起来非常的缓慢或者是安详，可是它其实不好唱这首歌也是阿妹的单曲哈，缓缓，有点没有错，对呀，也有点哀伤的感觉。然后这首歌呢，也算是献给现代啦，忙碌的大家，很适合献给大家，缓缓哦。好，就这个吧。好可爱的音效。这首歌很像阿妹2年前还3年前的单曲吧，好像3年了。怀念半空中的云，调整时差相微醺，再也看不见表情，想拥抱都要顾虑。难得都待家里，跟你多久没谈心？不要只追剧，该剧的快剧，明天有太多说不定。火车上的你，像孩子兴奋对风景心里，我笑个不停，这画面得来不易。缓缓的要我们等等，匆忙的敷衍的都停了，不急了，缓缓这个需要淘气的我，世界说你该有新的步调往前走。叫我练习失去，但我还不想适应。时间其实很充裕，我会尽量陪着你。计划好的远行，总有一天会成行。只有我爱你，不可能延期，没有别的事更要紧。火车上的你，像孩子兴奋对风景心里。我笑个不停，这画面得来不易。缓缓的要我们等等，匆忙的敷衍的都停了，不急了，缓缓这个需要淘气的我，世界说你该有新的步调往前走。缓缓的要我们等等，匆忙的敷衍的都停了，不急了，缓缓这个需要淘气的我，世界说你该有新的步调往前走。无常的、珍惜的都说了几次了，缓缓那个需要单纯的我，世界说你慢点，懒懒散散更温柔。是说现在忙碌的生活真的需要缓缓啦，把时间留给自己。不过那个兄弟有急事的话，还是先转身一下，因为兄弟很急，知道吗？兄弟超急，转身，知道吗？快转 ，right now メンバーギフトもらいましたか？トマちゃん、お帰りなさいませ。好听吗？谢谢。
200いらっしゃい，欢迎大家。然后稍早我们光哥有不是转身，对不起，不是光哥转身，不是光哥，不是，我差点真的讲光哥转身。总之，光哥带着他的伙伴降落在本频道，那让猪猪顺便宣传一下。好，我又要亮出那个我们乔乔老师，乔乔老师今天一直被我 Q 出来。11月9号在台北我们的演唱会，好，再次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可以购票进来看看我们这一次突破以往2次元演出的演唱会，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好，我刚刚一度找不到我要怎么回来。好，总之呢，11月9号 Miss Daisy 的演唱会，好，会在当天咱小队对啦，秋后算账，知道吗？是由我们宗之本人上阵上台演唱，但是我们会蒙面。好，我们会蒙面，你们会看得到我的肢体演出。好，所以对于这一类的演唱，你们觉得有兴趣，欢迎购票支持起来。好，谢谢大家。それでは、とりあえず11月コンサートを行いますので、よかったら見に来てくださいね。11月的演唱会，希望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大家。对，当然我也知道，就是也是有一些观众比较没有办法，就是接受，就是说，塔就在台上，对我知道那种感觉，对，所以其实这次我们算是也还蛮试水温的，对，但是我很开心的是，就是我们 VIP 的票真的是我们开卖5分钟完售，我真的超感动。对，那至于其他的票种呢，我觉得就大家就是都可以多多推荐，多多推广。除了我这边可能会在11月9号正式上场以前，好，我这边会多多推广以外，其实在其他的，等一下，我先把麦克风收起来，等我一下。等一下，为什么收不起来？等一下，好，收起来了。我想奇怪，为什么收不起来？总之，我猪猪这边尽量推广，然后我们其他的表演伙伴也会跟着猪猪快点，就是尽可能的，就是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次的活动，这样子。对，听到什么转身吗？好，马克先生就是那个それだよ，差点回不来，就跟主管说11月9号谁陪你上班就拼命，这样吗？但是大家还是量力而为，就是真的方便再过来。そうだよ，而且彤彤很厉害。这次我们应该说这次就是有机会可以站上舞台的大家，其实都是对实体演唱非常非常有兴趣的，包含猪猪自己本人。对，所以希望就是这一次可以很成功的，就是获得大家很棒很棒的回馈，这样子。听到什么转身吗？这我不好说。差点就叫什么兄弟有其事，中观台这样。然后Galas 讲没有关系啦，毕竟是海外的大佬，对海外的朋友，就我觉得就真的没关系，真的有这个机缘，有这个缘分再过来就好，因为搞不好这次或许回响还不错，我们就有机会再办第2次啊，对不对？彩彩也想看吗？你们现在都在装说想看，我现在到底谁能来谁不能来，我现在有点茫可。等一下你们现在在装哭的那几个，我总觉得你们可能可以来怎么会这样？ワクワクする、そうだよ。ワクワクするの。私もワクワクする。11月在台中，没有关系，想看吗？奇怪，我怎么记得有购票的人都已经
你们现在在装哭的那几个，基本上感觉都已经有，还有 VIP 首度资格了，蛇度也丢的资格，好不好？好像可以做兄弟有急事关台的关啊！真的吗？水灵宝贝啊，水灵宝贝有灵感了，是不是？多玛ちゃん，なんで泣いてるの？可愛い，要看吗？好，轩轩可以跟妈妈讲，轩轩可以跟妈妈讲，如果你要看的话，因为轩轩我记得你们都在台北啦。哦，下班就啊，这不是我们牛妈，牛妈出现了，牛妈辛苦了，牛妈，而且猪猪跟着牛妈的下班时间，我也差不多要下班了。对，在海外不是大佬哦，你是海外不是大佬，好，你是海外大佬，好，压死。然后浩浩老师也想看，等一下我突然觉得不太对，我觉得不对劲。你们这群感觉对在骗我，然后200上课没关系，200也辛苦了。对，有空的话再过来就好。海外的朋友呢，可以等那个猪猪办全球我希望你们不会等到天荒地老，等到下辈子还没有这种东西。机缘啊，我天某你好会选字，好棒。わかりましたか？わかってくれるよね。亚斯有私人飞机哦，它是私人火箭筒，好不好？什么没办法玩猪猪啊？你们最好当场有办法玩我，你们最好敢玩我哈！祝演唱会顺利吗？早苗控制顺利，很想去但去不了吗？没有关系，现在就是有人就是有些我相信去不了，但是有一些大佬在刷去不了，我现在就开始怀疑了，因为就我所知，你不是有首度券资格吗？都在骗我。然后雅晨没关系，就是那天真的不要，还是雅晨你也在骗我，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相信的。等一下，你们现在下面这一区都没有人可以相信。等一下，我不要相信你们，我不管，我只要不要看聊天室就不会被骗了。好，我们现在来找那个降落的地点，谢谢大家，谢谢，我才不要相信你们。啊，对了，还有就是再次宣传，因为明天放假，明天猪猪见红就休。来，我们这次演唱会的纪念周边呢，目前预购中，然后我们只预购到后天，也就是10月11号，只预购到后天，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就是喜欢的商品快点都先预购起来，不然我们当天虽然说会有现场有货，可是我们不会有太多的存货，因为我们也不晓得说这次大家对于这样的演唱会的销量如何，所以我们会抓的比较保守，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先预购起来。好，那刚刚看到很下趴的这个彩色的立牌，就是这次乔乔老师算是主视觉帮我们绘制的非常下趴的立牌，很漂亮吼。然后还有这个花老师的金属徽章，好可爱，胖胖的超可爱。还有就是 IG 风格透卡吊饰也是很棒哦。对，就是里面是只有猪猪画风突变，我精明干练，对。还有乔乔老师绘制的这个主视觉图的手提杯套，好，然后还有最后就是这个了，对。然后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置顶连结就有了，好，置顶连结就有我们买动漫的预购区，好不好？先预购起来，希望大家都可以买到喜欢的商品，好不好？好，老师，猪猪见红就休，内涵说明天你生日吗？提前。好的，老师。拿到地道马赛嘎抓无比老公公包庇哦，就好好老师万事如意万年富贵啊！做老公哥做阿公，恁哥好不好啊？好好对，好老师，对我此话一出，你明天就做老公，然后明年做阿公，对，明年做阿公有点夸张，你明天就做老公，然后好18年以后做阿公可以吗？这样可以吗？这样比较可以接受嘛，对不对？哎呀，出现了歌王子！哎呀，好，谢谢阿雅过来，猪猪也差不多了。然后太太11月去日本，真的。奥さん、多玛讲的奥さん、11月去日本。ちょっと待って、太太、ちょっと待って、その奥さん、どういう意味？奥さん11月日本に行くということ？誰の奥様のかしら？誰の奥様？哪一位太太11要去日本？いや、11月、日本のコンサートじゃなくて、台湾の台北で行いますね。台湾の台北。コンサートを行いますね。想成字典连结。
太厉害，太快，女儿也太快。这准明年做阿公，就他女婿媳妇要被关进，太棒了！你各位知名干练的面线们，这个数学题就交给你们了。哦，当然说顺教育啦噻啊，奥克桑啊，なるほど。我们本频道真的很多人夫真的很多人夫。ドーマちゃんの奥様、11月日本に行きますか？ということ？でもドーマちゃんは今日本にいらっしゃるんですよね。だよね。でも奥さんは台湾に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ということ？所以说，多马先生的太太是在日本，不是在台湾的意思吗？这女婿人神共愤啊！今は日本にいらっしゃるね。じゃあ奥様は同じく日本に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因为刚刚多马先生想说，太太11月去日本的意思是说，感觉就是太太或许是在日本以外的地方这样子。日文真好吗？啊，我只是比较敢讲，然后讲错了就完完全全就是我就是那个脸皮很厚的那个人，你知道吗？对，完全不怕讲错。对，但是你不要叫我阅读，我超讨厌阅读。是日本人，是日本人夫这个我就说嘛，本频道聚集了各式各样的人夫，多好，对不对？すごい。所以奥様日本にいらっしゃることじゃなくて、今は他の国に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台湾に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すごいね。我觉得遠距離すごく大変なんですけれども、尊敬しています。我非常佩服远距离。还以为那个东马君是跟那个雅晨那个去老婆，其实我也在想说他是不是很晕，但是我觉得不对，因为东马先生很少会打太太两个字，想说应该是奥克様，やっぱり奥克様。不是扫描控压制住，好，人家已经名花有主了，好不好？日本人妻，私が誤解してるよね。日本人妻。好，但中山书念的太好，可好5:115点11分了とりあえず今日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みんな。もうそろそろ終わりますね。みんなありがとう。明日は休みなんですけれども、明日は休みね。明天是双十国庆一样猪猪见红就休。然后礼拜五呢，制作我们高阶会员周岁蛋糕、香菜蛋糕，都是安呢，谢谢你们。然后我们电脑复活了，现在就只差我们的系统音效，让我们的巧巧调回来，这样子应该就比较没有问题了。お疲れ様，谢谢你们大家。好，あなたは日本語を話していますが、私に理解できません。なんで理解できませんか？なんで？どういうこと？カラスちゃん、説明して。ちゃんと説明してよ。私の日本語なんで分かってくれないの？なんだ私のこと。分かってくれないの？なんで？それがなぜかしら？カラスちゃん。好啦，我没有人格破碎哦。好了，最好看不懂。分かってくれないのなら、それがなぜかしら？なぜそれが理解できるのでしょうか？それが私もわからないですよね。ガラスちゃん、その嘘つき。全部分かってくれるじゃん。ガラス讲他就很喜欢切换日文，然后变成非常優しい的一个人格这样子。好，来，我们来找一下降落的地点哦。我们现在降落的老婆，日本語がわからないので、それが嘘つき。你骗人！你这个爱情的骗子！你讲你听无日语？无，咱即马来讲台语好无？日本語わからないのなら台湾語喋りなさい。台湾語喋ようよ，わかる？好了啦，我不要再跟你们鬼扯了，再鬼扯下去，等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好多香香老婆在开台呢。我够胖诶，我够胖的胖，好，就是伊啊，
来，我真的带你们，我们有人夫，怎么可以没有人妻？我真的带你们去人妻那边，好不好？有人妻，我最爱的那个人妻。要老讲日文跟可爱猜猜，我都没听过。鸦片。好啦，嘎拉斯讲，你们不要再骗哦，不要再骗哦。そうだよ、ガラスさんはね、日本語上手だよ。上手だからね。何でもわかりますね。再鬼扯下去到明天，我的身为香港人怎么可能懂台语呢？你看，嘎拉斯讲，他之前明明有跟我妈妈尬聊台语，耶，怎么可以？是不是？怎么可能不懂？君日本语本当上手。好啦，被乔乔老师夸奖了，你们要开心好不好？要开心，我们乔乔老师夸了哈。好啦，带你们进片尾。好，咱来到高雄，咱来到高雄，即摆是咧左营的在啥？龙虎塔，咱即摆经过是咱左营的龙虎塔咯，左营龙虎塔，刷落来，咱会经过是啥货咧？刷落来，咱高雄的大佛啦，高雄的大佛有2个。而且是倒一个我嘛不知影我再自己去查一下，我一直忘记去查它到底是哪一尊。那85大楼，我们不是85度 C 大楼是85大楼我之前嘴瓢给他讲成85度 C 大楼，被笑到现在。没错，来了这个翘屁股咱的博二，咱高雄的博二上出名的这翘屁股咯这张有够水的水开刷落来是咱高雄的这咱高雄的这就歹的狗啊，台湾猕猴啦，在抢食游客的那个珍珠奶茶。好，谢谢你们大家。好，这个也是由我们可爱的泡芙老师所制作的。我的频道已经变成泡芙老师的形状了，我好欣慰，好不好？谢谢你，谢谢大家。那我们下个礼拜见哦，また来週。今日は楽しかったね。来，我们去找人妻咯，5秒之后马上降落，5、4、3、2、1，大家拜拜，谢谢你们，拜拜，兄弟，你真香，都是我的骄傲，拜拜。